这气象署伫暗头仔时阵已经发布着这空最风台海上风台警报，空最伫咧半暝啊变做是中度风台了后，又继续伫咧变强，而且走向有小可向南边小挂。按算拜三的时阵呢，会发布这陆上警报，拜四暴风圈就挖到陆地。啊，若这风台的中心若阵通过台湾了后，全台湾风雨拢会真大。啊，若讲到这风台的登陆地点，目前也阁有可能是会变动的。中度风台康瑞伫原比东南边差不多390公里海面上，每点钟17公里速度向西北行。这球风平均暴风半径已经到280公里，海上风台警报警戒范围有台湾东南部海边8所海峡。风台要求真紧的增强，拜三开始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雨，局部地区大水雨，按算拜4到拜5透早，中心通过台湾全台甚至强风大雨。在明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，它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附近的陆地哦，然后通过台湾地区。然后到了礼拜5的清晨这段时间，白天的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海峡。最剧烈的时间大致上就是在礼拜3的晚上，一直到礼拜5清晨这段时间。气象署提醒，风台路线依然有无确定性，登陆地点伫东北部到恒春半岛之间拢可能。东北部会是落雨一区，专家分析，受太平洋高压势的影响，风台路线继续西收，无排除愈收愈南。按算拜4透早，风台暴风圈就开始卡到东南部陆地，登陆时阵强度会达到中台上限。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在中度的上限，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，有部分的模式包含美国的模式，认为它可能还会上修到强烈台风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它所引发的这个强风的情况也会非常的明显。风台接近加上东北风明显变强，气象署继续发布强风特报。拜三开始，南势力岛偏好有11到12级强阵风，台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、恒春半岛、马祖也属强阵风，尤其苗栗到云林沿海空旷地区要严防11级左右强阵风，各海域也有较大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